想到斧头帮跟我挺有缘分的嘛。在下就是斧头帮的精髓啊！你要再能给我找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我就会更喜欢你。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白晶晶，枉我真心把你当姐妹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！送你一记夺命掌啊，饮食一刻，古木往昔，村口枯树旁边，我给你解药。师妹，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来找你拿解药的，你把解药给我就行。他根本对你不是真心的，胡说！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死心吧，别再破坏我们的感情了。白晶晶，你是不是脑残啊？他跟你只是玩玩而已的。不可能，他明明要娶的人是我。白晶晶，一个烂藤条把你给骗傻了是不是？你真的很傻很天真。快把解药给我！根本没有解药，他没中毒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嘛？臭猴子！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臭猴子！你看着我，你跟他说清楚，你跟我许下什么样的诺？你们两个放过我吧！哼，你休想！再过500年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看看晶晶姑娘好看吗？我们就是趁着人不在的时候才来的呀，笨蛋！看什么看？东西拿给我。手怎么了？有个公咬的，辛苦了，还是你拿着。我这人家好吗？我这是在历练你啊！等我做回大当家，你就是二当家呀！拿好了。哎，二当家，为什么要放蜈蚣呢？我们现在摸不清他们的来路，先放条蜈蚣试试啊！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最近寨子里多了好多蜘蛛吗？蜈蚣是蜘蛛的天敌，所以才要放蜈蚣啊，笨蛋！二当家见识周到哎，就跟我多学着点儿，做人要低调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低调一些。好了，现在跟上我的步伐，低调的离开。好。二当家，我们好像被发现了。慌什么？或许他们只是开门吹吹风啊。继续。二当家，要不要过来喝杯茶呀？二当家，他们好像发现你，并没有发现我哎，保重。
位就是斧头帮的二当家呀。刚才我看见你去我房间送了点小礼物，谢谢二当家了。不敢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再见。以后啊，什么青蛙、蟾蜍、蜈蚣、蜥蜴的，二当家都帮我收集收集。我最喜欢这些可爱的小东西了。好，马上就去告诉大当家，大当家一定特别开心。我先走了。谢谢二当家了。你是谁啊？是我，至尊宝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觉，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觉。是啊，那帮主为什么睡不着觉？因为晶晶姑娘你呀。我？没错。自从我见到晶晶姑娘之后，我就决定改过自新，不再做山贼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决定不再看到以前的自己。怎么样，晶晶姑娘，喜欢吗？原来你就是那只臭猴子！臭猴子？孙悟空啊！孙悟空？原来你就是脚底有3颗痣的人。看来我不用3昧白骨火烧你，你是不会承认的。又烧，何苦？何必？行了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这3颗痣都是假的。你骗我！我以为晶晶姑娘你喜欢脚底上有痣的人，所以我特意剃了毛点了痣。没想到，你是不是喜欢脚上有毛的人？你把胡子剃那么光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没了胡子之后一点性格都没有了？没有。看看你现在，文也不行，武也不行。你不想做山贼，还想做状元啊？其实我真的有省什么你？我看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做你山贼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去吧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哎呀，就知道你放不下这个臭猴子。要你管！都500年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有些长进，没想到还是这样啊！真是白费我一番苦心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
你找不到孙悟空，所以你就想利用我，把他引出来。难道你不想找他吗？当然不想。哦，那刚才在上面干嘛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想吃唐僧肉，怎样？我告诉你，休想坏我的好事。你怎么知道唐僧要出死？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只有你一个妖怪知道这件事情吧？其他妖怪我管不了，但是唐僧500年前救了你，还把你给埋了，说到底也是你的恩人。你这么好心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想吃他的肉呢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也不知道是谁500年前一直吵着要唐僧报恩。我看你就是想利用至尊宝引出孙悟空。我告诉你，休想坏我的好事！利用至尊宝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至尊宝是我的。哼，是谁的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妖怪啊！哎，别追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一个小喽啰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警告你啊，唐僧跟你没关系，孙悟空我势在必得。你要是想得到，那就跟我合作啊，不然就走远点儿，少在这坏我的事儿。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啊？我今天还告诉你，唐僧我要，孙悟空我也要。就凭你这智商，还想跟我争啊？哎呀，活该啊！你伤心了这500年，他要是见到你啊，还是不会真心的。活该你也被他甩了500年。如果他见到你，一样也不会喜欢你。懒得跟你计较，等我找到孙悟空和唐僧，再来跟你算账。原来唐僧要出事了，我要赶快告诉大王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快！怎么样？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留下必是死路一条。想活命的都听我的。他们现在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帮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能舍生取义，救出帮主，来保全自己。等到我们都安全了之后，再由我来带领大家重振福德帮。救出帮主，救出帮主，保全福德帮。当然，保全福德帮。如果要交出帮主，是不是要征得帮主同意呢？不需要，有道理啊！没道理。救出老当家，如果帮主有更好的方法呢？没有更好的方法。救出帮主，保全帮主。这。二当家啊，自从帮主来到我们福德帮以后，福德帮上上下下团结有爱，尊老扶弱。现在帮主有难，请二当家做出表率。这我已经表过率了，这个时候只有交出帮主，再由我来带过来，重振福德帮啊！好啊，重振斧头帮，二当家你可有什么建议吗？帮主，你不知道外面那两个妖精？哪里有妖精？猪八哥哥，你不会是在说我们两个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说的就是你们两个，怎么样啊？两只美若天仙的狐狸精哎，这斧头帮是什么地方啊？三更半夜不要出来乱走啊，出点危险怎么办啊？哎，二当家，你刚才是在夸我们吗？啊？帮主，你先忙，我要回去绣十字绣了。二当家，你别着急走啊，要么这样，我背着你吧。
帮主，你今天的这个发型挺帅的嘛。金星姑娘，喜欢吗？好喜欢哦。这个发型呢，叫做每天只爱你多一点发型。就你会说。二当家，晚安啦。师妹，我也困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这就走啊？走了。都怪这个猪妈，把我的良辰美景全都给我破坏了。紧紧。帮主啊，以后你有什么事随时吩咐我呀，帮主，好不好？我靠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恶心？我不是一直这么恶心吗，帮主？以后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，心底里的小秘密都可以跟我一块分享啊，帮主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告诉晶晶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啊！我要睡觉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好的，帮主，我这就滚蛋。帮主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。神经病！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很好啊。刚才我们等你，没等到，想走，结果没走成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啊，我全都摆平了。帮主现在很安全，我们也很安全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我们不用跑了。你不是说他们两个是妖怪？我哪有说呀？不要乱讲好不好？那是为了试探你们有没有忠心。现在我和帮主看到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有忠心，你们放心啦。以后啊，大家都要跟我和帮主团结一致，重振斧头帮，一起找脚上有分科痣的人哦。怎么感觉二当家怪怪的呀？我也觉得呀。不是，这二当家不就一直怪怪的？对呀。看来这次你的移魂大法管用了。我的移魂大法一直都很管用。哼，是吗？难道你是忘了500年前那次失手了500年前的事儿，谁还记得？要不要我帮师姐回忆一下呀？不用。哎呀，两位大侠呀，您看你们不困啊，这蜘蛛丝都困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干戈，不如一起喝喝茶、吃包，愉快的聊一聊人生？你说好不好呀？哎呀，你终于动了哈！那不如这样啊，我喊1、2、3，我们大家一起放手啊！来，1、2、3。这什么呀？干嘛不让我看呢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啊！帮忙啊！帮忙啊！快！哎呀，谢谢啊！哎，你不要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一起去死！哎，等等我！一起去死！等等我！
了你们了。风景好美呀！师姐，师姐，你还好吗？一起去死！师姐，你醒醒！一起去死啊！你醒醒啊！你这是中了自己的阴魂大法了！一起去死！你醒醒！到底有没有解药啊？你是疯了吗？解药？我没有解药，不过我真的疯了。一起去死！醒了！一起死！师姐，一起死！师姐，不，一起去死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，一起死啊！又来！师姐！那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？好，我们歇一会儿。歇你个头啊，歇！一起去死！别走，休息一下先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！然后再一起死！一起去死啊！喂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还好吗？小香，他疯了！之前在藏妖峰受的伤都没好，现在又来。妖怪，姐妹，好吧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仙人救我！
知道我是神仙？还有，救你什么？你被他骗了？那他也被骗了。那只臭猴子欺骗了我跟我师姐的感情。我们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他。你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这样好了。我帮你安定了心智，顺便消除了你们彼此间的恩仇戾气。来，谢谢啊，救了我。明明是姐妹，却还要为情生变，已经够可怜的了。如果没有真正的爱过，就这么相残而死，岂不是更可悲？所以呀，我想让你们再有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，就借助你的迷魂术封住了你们之间的恩仇，但只是暂时的。剩下的，就希望你们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，化解干戈，没情深吧？仙人留步！我还不知道仙人的尊姓大名呢。仙人的救命之恩，我白晶晶无以为报。叫我盘丝大仙。盘丝大仙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。师姐你呢？浑身酸痛啊。你呢？谢谢你送我的骨鞭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往那边走，你呢？那往那边走喽。师姐保重。你也保重啊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再被人骗了，傻在人头里。走了。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方便方便，好方便呐！借钱就想泡个面，其实很方便啊！借款就得上前站，只需手机号码、淘宝信息即可轻松借到款哦。借钱上前站。终于找到了。弟子白晶晶，感谢盘丝大仙救命之恩，如今想暂时斩断情丝，潜心修炼，特来拜见盘丝大仙，望大仙收我为徒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我在紫霞体内的事情一定不能让他知道。
子白晶晶感谢仙人救命之恩，如今想斩断情丝，忘却凡尘。盘丝大仙在上，望收弟子为徒。妹子，你想斩断情丝啊？是啊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，想要拜他为师。哼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我，算你有眼光。那我问你，你为情所困，还有留恋吗？我问你，还有留恋吗？你让我收你为徒，就得先断绝情丝，毫无留恋才行。前辈可能有些误会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。可是我与前辈您素未谋面，我知道，不用啰嗦这么多。我就问你吧，你为何拜师啊？弟子感念盘丝大仙的救命之恩，感念盘丝大仙让我摆脱了情愁苦楚。此次前来，我就是想拜仙人为师，追随仙人左右。摆脱情愁苦楚，是盘丝大仙让我不再受感情的困扰，才有勇气去寻找真爱的。谁让你不受感情的困扰了？谁让你敢有气找真爱的？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竟然敢如此诋毁我！前辈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。废话，我就是盘丝大仙。啊！哎，为师要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前辈，我找的不是你。前辈，救我！说，那个贱人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又不是盘丝大仙。盘丝大仙？我就是盘丝大仙，快拜我为师吧。我就不。盘丝大仙在上，请受弟子春30两一拜，望仙人收弟子为徒。姐姐，姐姐，快跑！快离开这里！我见过你，当日就是你和孙悟空在那你侬我侬，怎么样？现在也被他甩了吧？还弄得你们俩姐妹反目成仇，呵呵，真是棒棒的。原来是你呀！就是你要杀孙悟空。没错，你们两只现在立刻拜我为师，我就是盘丝大仙。你根本就不是盘丝大仙。姐姐，他说什么就是好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争这个了。我没事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哎呦，什么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我最爱看。你们两只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乖乖拜在我的门下。明天，你们就要开始忘掉恩情。要记住，你们挨的每一下打，都是拜对方所赐。只要你们两只还姐妹情深，你们就会在我的手上不得安宁。听清楚了吗？还不快叫师傅啊！不是要拜师吗？还不赶紧叫师傅！师傅，快叫啊，晶晶！师傅，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正式收你们两只为徒。要记住，什么时候你们开始反目相残，什么时候你们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神经病！哎，这神经病女人到底是谁呀？我哪知道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你一样，来找盘丝大仙拜师的。但谁知道碰到这个女人，还说自己是盘丝大仙。不过起初我也真的差点认错了。这个满腹怨恨的变态女人，可是我们又打不过她。哎，这样，我们俩不能跟她硬碰硬，来点软的。我们呢，先顺着她，然后找到她的破绽，逃出这里。她不是喜欢看我们姐妹反目吗？做给她看呢。哼！明白，这个啊，再熟悉不过了。
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谁给你们绑的？盘丝大仙，真的是你啊！是我。我先替你们送吧。难道说你们遇到青霞了？一定是。惨了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你们这下惨了，你根本打不过他。谁是青霞？对不起啊，哎，你们都是被我连累了。我是紫霞，你们碰到的是我的姐姐青霞。她这个人啊，平时性格古怪，最看不得别人幸福圆满，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样被情所困，受尽折磨。你的姐姐？那你见过她吗？太久没见了，我不想见她。我觉得她也一直躲着我，可是有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她就在我的附近。这么恐怖啊！哎，那她长什么样子？啊，我记不清了。不过身体形态应该跟我一样嘛，毕竟是我的姐姐。这个应该就是。那我就明白了。你们啊，还是赶紧收拾走吧，免得一会儿被她发现了，一暴揍你。哦，哎，紫霞仙子，盘丝大仙，我这次过来是来找你拜师的。虽然我现在功力尚浅，但总有一天我会练好，找那个负心汉报仇的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收我为徒，指点修行。可是我，仙子，我春30娘也想请你收我为徒弟。我们真的是诚心的。这一次前来，我希望你能收我们为徒，提高我们的法力，还有我们的修为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找到那个负心汉，跟他一起了结我跟他的恩怨。那我问你们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再遇到青霞，你们要怎么应对？这还不简单？他不是见不得别人好吗？那我们就让他看看别人的不好了。我跟师妹，低吵2架，我们2个人可以表现的关系很差。必要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打一架，让他开心不就好了？好办法呀！你们吵得越凶，他就越开心。那你愿意收我们为徒了？怎么样？
雨帆。